現代都市人成日因為難入睡或者半夜扎醒咗而煩惱，好多人都會試下市面上嘅助眠產品，好似鎂同褪黑素咁，但唔係每個人都適合㗎。鎂有助神經同肌肉放鬆，但如果失眠係由壓力、焦慮或者生理時鐘亂咗引起，單靠補鎂未必有用。腎功能唔好嘅朋友更加要小心啊！而褪黑素主要幫助因為時差或者輪班而作息亂嘅人。但有啲人食完會覺得日頭更疲倦，仲可能會影響生理時鐘添。其實改善睡眠唔單止要幫助入睡，仲要照顧腦部健康。失眠會令有害蛋白積聚，影響腦細胞，形成惡性循環。養腦力嚴選日本漢方天然成分，從根本減少腦內有害蛋白積聚，保護腦細胞，幫你重建健康睡眠節奏，真正做到助眠同護腦，一次過提升大腦健康同睡眠質素。今日開始，不如等養腦力幫你啦。